想同大家睇下一個近年都幾流行、幾多人講嘅聖經詮釋嘅方向，就係創傷詮釋學嚇。咁創傷詮釋學咧對聖經研究有咩影響咧？2026年新鮮滾熱辣就喺呢個文獻回顧嘅期刊Currents in Biblical Research 裏邊就有呢篇文章啦提到咧創傷詮釋學係即係點樣影響聖經研究咁所以同大家睇下呢篇文講啲乜嘢啦咁樣。首先咧就會提到心理分析呢一個嘅理論或者呢一個研究係點樣嚟嘅咧咁大概咧就係19世紀末嘅研究，同埋咧弗洛伊德早期對性暴力嘅觀察，同埋提出即係記憶會有壓抑有潛伏咁就開始去提出創傷呢一個嘅理論。咁正式真係確立咧，大概係1980年代啦即係有越戰嘅士兵或者係大屠殺嘅幸存者即係啲表現出嚟有各種嘅後遺症咁所以即係心理學上面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咧就正式將 PTSD 列入佢哋嘅手冊裏邊成為一個嘅即係心理嘅障礙。咁你見到咧，其實都係一個好近期嘅理論嚟嘅。呢篇文提到咧，對於聖經研究嘅影響比較大嘅係兩個創傷理論嘅模型嚟嘅。一個咧就係 Kathy Carruth 佢提出文學創傷嘅模型。呢一個嘅模型咧，其實主要係講咧創傷其實係潛伏㗎所以咧佢會不斷咁樣重現嘅。咁我哋都聽過，即係可能你遇到一啲重大嘅創傷你會喺腦裏邊不斷咁樣咧會有一啲 flashbacks 即係會閃過當時嗰個嘅情況啦咁樣。咁呢個理論就會話咧，其實創傷其實就係會咁樣潛伏同埋咧不斷咁樣重現去折磨嗰啲受害者。所以你去講你嘅創傷嘅時候咧，唔會係好直線咁樣講噶可能係喺一個敘述裏邊咧有啲片言隻語，或者係有少少嘅暗示即係有啲混亂嘅咁樣嘅情況去表現嘅。咁呢個係即係從文學嘅表達裏邊咧去睇創傷理論。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叫做文化嘅創傷理論Cultural Trauma Theory。呢個咧就比較係從社會學嘅角度去切入嘅，就係話一件事情本身咧係唔會立即咧成為一個創傷，而係需要咧透過社會裏邊一個嘅群體去建構即係創傷嘅經驗嘅，令到一個群體接受即係呢一個嘅事情咧就係一個創傷嚟㗎啦咁你見到即係喺投影片左邊嗰個文學創傷模型，同埋右邊嗰個即係文化創傷理論咧，其實都幾唔同咁另外咧呢篇文咧都提到另外兩個即係都幾重要嘅集體創傷嘅概念嚟嘅咁Vermic Vulcan 就有一個被選擇嘅創傷呢一個嘅概念佢主要咧係針對咧一啲嘅群體即係當佢冇辦法嗰個群體冇辦法去處理去哀悼一啲迫害嘅歷史事件嘅時候咧，佢哋會呢個事件會成為佢哋即係集體認同嘅核心咁所以即係會引起一個強烈嘅情緒嗰件嘅創傷就成為即係佢哋即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認同啦。另外 Kai Erikson 亦都提出一個即係群體創傷嘅概念就係話想分開咧個體嘅創傷同埋社群嘅創傷社群嘅創傷咧係即係更加多係人際之間即係譬如人與人之間人際網絡
受到破壞啦係咪有一個即係屬於群體嘅感覺啦，同人嘅聯繫會唔會即係受到破壞咁樣？至於創傷詮釋係點樣影響聖經研究其實最初咧係用嚟研究巴比倫被擄嗰個經驗嘅譬如話係用嚟研究耶利米書同埋以西結書啦咁Crouch 就用創傷理論去分析以西結點樣建構流亡嘅核心敘事，點樣去建構一個神嘅新一代神子民嘅身份認同啦。咁而睇到耶利米哀歌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呢個哀歌係當社群面對痛苦嘅時候，佢點樣去理解自己呢個痛苦嘅經歷同埋咧去揾翻自己嗰個嘅文化。咁除咗喺被擄或者係流亡嘅文本之外咧，後來聖經學者有將創傷理論咧用喺其他嘅書卷譬如係彌迦書、阿摩司書去探討北國滅亡對先知嗰個影響係咪都係一種嘅創傷啦。另外咧，亦都有學者用呢啲嘅理論咧去研究約伯記、傳道書、以斯帖記就分析其中嘅個人甚至係即係整個群體究竟咧係咪都係經歷一啲嘅創傷就算係創世記啦，裏邊嘅族長嘅故事，譬如羅德嘅女兒拉結利亞呢一啲嘅角色都有學者咧用創傷嘅理論咧去分析嘅。除咗舊約之外咧，其實新約都有用創傷理論咁最初或者係最明顯嘅會唔會就係即係耶穌被捕審判同埋釘去十字架咧咁所以新約嘅學者都會希望用創傷理論去處理呢啲嘅經文咁呢一篇文章亦都提到 Adelaide Reinhardt 提出道成肉身本身喺約翰福音裏邊咧，會唔會都係一種創傷嘅經驗嚟嘅咁佢亦都會提到咧，就係喺聖殿被毀之後呢一件事本來應該係一個創傷嘅事件啦。咁但係佢會分析咧，就係覺得喺聖殿被毀之後基督徒咧反而係即係去同呢一個嘅創傷咧去保持一定嘅距離咁所以佢叫做一個反創傷嘅過程啦咁以至到基督信仰嘅群體同埋猶太教就會更加明顯大家咧係有唔同啦。咁呢篇論文咧，亦都提出即係用創傷理論嘅一啲嘅挑戰，我覺得都係值得我哋去諗噶譬如話，即係用呢一啲嘅理論嘅時候咧，其實會唔會係用緊一啲即係非常現代或者甚至係西方嘅產物咧咁畢竟即係創傷嘅理論其實都係出現咗100-200年亦都係西方即係你可以話係心理學一個比較新嘅概念咁係咪適合即係用嚟套入喺即係古代嘅文獻咧古代嘅人或者作者又好讀者又好，佢哋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咁樣嘅概念咧？咁如果佢哋即係冇呢個創傷嘅概念嘅時候，即係我哋讀入去嘅時候，又係咪適當咧？咁呢個係真係所有我諗唔單止係創傷詮釋理論啦，係所有即係跨學科，尤其是用新近嘅學科理論去讀聖經，必須要面對嘅挑戰。另外咧，亦都呢篇文咧亦提到其實創傷嘅理論，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可能呢篇文睇重嘅係即係文學同埋即係群體兩方面所以一個比較文本嘅取向，另外一個咧就係社會學嘅取向。咁但係即係學者喺度應用嘅時候，可能有時會將呢兩個取向混為一談咁所以即係一方面，如果係用社群嘅取向，可能集中會係睇即係經過消化之後呢啲創傷嘅經歷點樣去
構建群體嘅身份啦。咁但係喺討論嘅過程，可能即係學者亦都會同時話會唔會即係佢嗰個承受呢個創傷嘅人，亦都喺個過程裏邊喺文本裏邊咧得到所謂嘅療癒或者醫治咁就去返一個個體嘅層面嚇。咁呢一種即係將唔同嘅理論或者唔同嘅層面去擺埋一齊嚇，其實本身又係唔係合適咧？咁呢個都要即係我哋去好好去諗啊。咁至於展望咧，呢一個嘅學術嘅取向嚇，即係用創傷嘅研究去睇聖經，仍然係發展中啦。你可以話咧，其實呢10年係即係不斷嚇，即係受到更加多人去注意同埋去研究嘅。咁我哋頭先講咗啦，佢哋可能會嘗試去處理唔同嘅經文啦，唔同嘅人物啦。咁但係呢篇文指出咧，仍然係即係偏向係碎片化咁樣去睇即係聖經。當然即係呢篇文章裏邊亦都舉咗一啲嘅例子，一啲嘅書本咧就係指出，亦都有比較即係有系統嘅分析，但係屬於少數啦。咁所以即係會唔會係超越呢個即係對零星經文嘅分析咧？會唔會有更加整全嘅對於即係聖經呈現創傷呢件事有一個更加整全嘅睇法咧？咁同埋會唔會即係更加有系統咁樣去結合社會學同埋人類學對群體嘅認同？甚至係即係能夠好全面咁樣去睇下，即係古代嘅社群點樣透過文字嘅書寫去將呢個集體嘅創傷嘅記憶去重塑，同埋咧延續佢哋身份嘅認同咁雖然即係大家嘅方向多數都係會話遇到創傷，跟住就會有一個重塑嘅身份咯。咁但係即係其實呢兩個階段之間嘅關係其實仍然未係好明顯嘅。咁所以呢篇文都會提到，會唔會即係當我哋去咁樣去睇創傷理論嘅時候咧，點樣由一個創傷嘅經歷去到群體認同之間即係呢一個嘅發展，可能都需要更加清晰嘅描述更加多嘅研究去將呢兩個階段咧連喺一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我哋越嚟越多聽到創傷理論去閱讀聖經嘅信徒啦，可能你睇到唔同嘅文章或者係即係有唔同嘅介紹咁唔多唔少都會聽聞過呢一個嘅理論嘅。咁可能呢篇文都係即係比較新近，我哋可以即係進一步去了解整個研究嘅方向整個即係西方學術嗰個框架，以至到我哋即係睇到唔同嘅人用創傷理論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個更加闊嘅視野亦都知道咧佢哋大概係屬於邊一個層次，同埋咧屬於邊一個流派。咁今日我哋就傾到呢度，多謝大家。